家好，歡迎大家嚟收睇玄學齊齊噏，我係劉思齊。咁我哋對上一集就講咗3個生肖啦，我哋今日呢就繼續講多3個生肖嘅。咁啊都係咁講啦，12生肖係一個參考嚟嘅。如果聽得到，譬如你嗰個生肖係向上嘅好嘅，咁啊即係恭喜你啦。如果就算聽到嗰個生肖有啲麻麻地唔好呢，都唔好太過上心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參考嚟嘅啫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講餘下嘅3個嘅生肖就係兔啦、龍啦同埋蛇嘅。好，先講兔先。兔都其實都叫做唔錯㗎，佢有4粒吉星啊，有啲天德啊、天喜啊呢啲啊、8座或者福星咁啊，但係佢亦都有空星嘅。空星可能有啲桃花啊、咸池啊，或者係啲口舌上嘅嘢。但係咧，兔就留意啦，因為咧26年咧，你係屬於破太歲嘅。破太歲即是顧名思義破啦，即係可能有破財啊、破壞啊，或者破裂啊呢啲狀態咧，會出現咗喺屬兔嘅朋友仔身上嘅。咁所以特別要注意自己嘅人際關係啦，係咪？如果有啲咩計劃咧，就小心啲，因為可能會出現一啲破壞啊，或者有啲阻滯咁樣嘅。所以屬兔嘅朋友咧，26年咧，你哋要個計劃咧更加要細緻啲，諗得清楚啲先好去做。好，屬兔嘅事業運唔錯喎，因為有貴人相助啦，亦都有工作上面咧一個新嘅發展嘅。所以但係咧就要提防有小人啦。小人就會搞到你啲是非啦，就好麻煩。咁所以屬兔嘅朋友就要點啊？謹慎説話，唔好亂咁俾意見，係啦，盡量咧就係低調。所以正所謂咧就係即係盡量説話，就唔好講到咁盡，係啦，盡量都係咧講到嘴邊就留翻半句咁就穩穩陣陣咯。另外真係如果同人要合作嘅時候咧，就要即係嗰個業務上要多啲處理啦，因為咧啲細節咧一唔清楚咧，就會產生咗好多問題啊，或者拗撬啊嘛。咁所以如果假設屬兔嘅朋友原來嚟緊嘅26年要同人哋合作咧，細節一定要講得好清楚，係啦，避免有啲咩損失就唔好啦。另外財運咧，咁啊屬兔咧嘅財運咧，主要都係喺正財嘅啦，正財嘅收入一定就比較穩定嘅，所以喺投資方面咧，就大家要謹慎咯，唔好太過大額嘅投資。仲有就係消費方面咧，都要節制下啦。因為你講咗啦嘛，你今年係一個破太歲嘅狀態，所以你有機會破財嘅。咁希望咧喺呢個用錢方面啦，會慳翻少少咁啊，希望減少破財咁樣啦。咁啊喺感情上呢個真係恭喜屬兔嘅朋友先，因為你感情上咧有粒天喜星，係一個桃花年嚟嘅。咁如果屬兔嘅朋友啦，未拍拖嘅，可能有機會今年26年咧會有機會就係紅鸞星動啦，拍拖啦，係咪脫單啊？或者而家拍緊拖嘅屬兔嘅朋友咧，可能有機會講緊26年要結婚咯，拉埋天窗啊！但係如果你係結咗婚嘅，就小心啲啦。結咗婚嘅朋友，因為你除咗有桃花星之外咧，你仲有2粒嘅空星嘅，就係咸池啊、桃花。雖然有天喜，係嘛，好開心啊，係咪？咁但係多咗桃花星就好容易受到外邊嘅引誘影響啦。咁所以結咗婚嘅屬兔嘅朋友呢個要小心啲，係啦，即係避免有啲咩唔好狀態出現。因為頭先一開始講咗，屬兔係破太歲，破有破壞嘅意思，係啦。如果處理得唔好咧，有機會得到一啲唔好嘅效果嘅。跟住咧，屬兔嘅健康咧都要注意啦，長者嘅健康係啦。本身自己咧就可能有少少小病小痛嘅啫，但係要留意家中嘅長者健康嘅情況嘅。好，跟住就係屬龍啦。屬龍基本上咧有一粒吉星叫天解星，但係咧佢有4粒嘅空星。
咁所以相比之下咧，2026年屬龍嘅朋友咧個運勢咧就比較一般啦，係啦，感情方面就比較平淡啦，所以咧做事可能會出現好多波折啦。雖然有粒天解星啊，咁始終你都要經過一啲波折困難，最終又因為有天解星又幫你去解決咗個問題，咁但係都會經過一輪嘅艱辛先至做到嗰樣嘢嘅。咁所以屬龍嘅朋友要打醒12分精神啦。雖然有天解星係啦，咁但係都唔好太過掉以輕心。屬龍嘅事業方面可能都會有機會提升嘅，咁但係都係咁講啦。提升之中入邊有好多經過重重嘅波折先至能夠達到嗰個預期效果。咁所以屬龍嘅朋友咧，26年咧，可能你好多時需要排難解紛啊，係好多嘢要去解決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喺26年嘅屬龍嘅朋友咧，你嗰個情緒咧一定要保持穩定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好容易因為好多嘅事情出現啦，令到自己咧崩潰嘅。喺財運方面咧，屬龍都係咁講啦，收入都係以固定嘅收入為主嘅。咁總之保守理財啦，唔好投資，唔好取巧，基本上咧就可以平安度過嘅。屬龍嘅朋友就要小心啲出門啦，出門容易有意外啦，或者會出現有血光嘅。係啦，如果有揸車嘅朋友啦，揸車小心啲咯。係啊，喺路上各方面都要注意。去旅行就唔好去做一啲即係高風險嘅活動啦。係啦，盡量避免。做人咧，做事咧都要以低調，以低調為一個主要嘅做法。係啦，因為咧始終你屬龍咧凶星太多。係啦，避免咗太多同人爭執、拗撬啦、衝突啦，係啦，咁所以盡量低調啲啊。屬龍嘅低調啲，做人會平安啲嘅，冇咁多問題要你去排難解紛嘅。我哋盡量去避免，好冇？好，感情方面，屬龍有粒寡宿星，咁所以咧會有陣時會有種孤獨感啦，係啦，或者一種好想靜下來，想自己一個人嘅感覺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本身係單身啦，咁你就要打破呢樣嘢嘅時候咧，記得就係可能要逼自己咧主動啲去出去社交啦，係啦，唔好留喺屋企啦，係啊，多啲社交，可能有機會，希望可以第一唔好令到自己覺得孤獨啦，可能個人會開心啲，係啦。另外就係如果結咗婚嘅朋友咧，屬龍嘅朋友，你要多啲同你身邊嘅伴侶傾偈啦，溝通啦，係啦，保持呢個樂觀嘅心態啦，就避免咗咧同夫妻嘅嗌交嘅。咁屬龍始終都凶星有4粒啦，都比較多啲，係得一粒天解星，所以屬龍嘅朋友啊，26年會比較辛苦啲嘅。好，跟住再嚟咧就係屬蛇啦。屬蛇同屬龍咧嗰個情況都差唔多。屬蛇啊得一粒吉星，有4粒凶星。咁啊屬蛇有粒吉星咧就係6分星，6即係都係錢嘅。咁所以屬蛇嘅朋友叫做喺26年咧會比2025年咧進步嘅，係啦。但係呢個進步可能會令到你可能工作加咗啦，多咗工作做啦，係啦，因為工作多咗啦，咁啊地位自然就可能有少少提升啦。所以咧喺工作運咧其實叫做都唔錯嘅，都有啲貴人出嚟咧扶持下你嘅。財運，屬蛇嘅財運咧最緊要就記住一個字，唔好貪，係啦，因為你凶星太多啊，所以咧好容易咧就因為自己貪啦，係啦，或者心急想揾錢啦，而導致損失嘅。其次咧就係財不可露眼啦，就千祈即係唔好掉以輕心啊，將啲財啊或者你啲手機啊、銀包啊咁求其擺喺台面，咁好容易會遺失咗嘅。同埋咧屬蛇嘅朋友咧
都要小心一啲是非咯，係好容易被捲入一啲是非入邊嘅嚇。明明可能件事情唔關你事嘅，咁但係自己無啦啦就喺呢個是非入邊咧喺度周旋，咁啊屬蛇嘅朋友要留意啦。咁所以做事要謹慎啦，唔可以粗心大意啦。尤其是咧簽約或者簽一啲文件咧，留意下啲細節咯，要留心啲，因為可能一個唔留神咧，就因為有啲細節咧，令到自己有損失啦。如果屬蛇嘅朋友需要投資，咁我覺得可以投資嘅，咁但係記得要分散投資，你唔好將你所有嘅錢咧集中晒喺一個地方度。要投資就分散多唔同嘅地方，分散去投資，咁啊希望可以令到損失減少嘅。屬蛇嘅朋友嘅健康咧，大致上咧都冇問題嘅喎，係啦，只要咧去即係可能做下啲運動啊，增強翻自己嘅免疫力啊、抵抗力啦，基本上就冇乜太大問題嘅。最緊要就係避免太過操勞啦。感情都係一般噶啦，咁啊單身嘅人咧，可能容易遇到感情，但係有啲感情都可能霧水情緣嚟嘅，都係一啲霧水情緣咁啊。所以如果未拍拖嘅朋友嗰個桃花出現都好啦，唔好咁快投入咁多感情入去住，係啦，睇定啲先，係啦，未必係一個真正嘅桃花嚟嘅。如果拍緊拖嘅屬蛇嘅朋友就要小心啲啦，可能會有好多嘅爭拗啦，係啦，會因為一啲小問題咧影響大家嘅感情嘅，所以最緊要就互相包容啦，同埋咧互相忍讓嘅，多啲溝通，咁啊希望將件事情咧減到最輕。好，今日咧就分享咗3個嘅生肖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收睇玄學齊齊噏嘅，請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關注我啦。咁再有新片嘅時候咧，你哋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。唔該晒，我哋下一集再繼續講生肖，拜拜。